疫情承載了許多歡樂嘅事情，例如唔使返學，而同時呢都承載咗許多尷尬嘅回憶。仲記得之前疫情嘅時候，我喺背景寫上 Zoom 堂，晏晝食完飯，我同兩個 friend 都好無聊，唔知做乜嘢，因為嗰陣時我哋係冇手機嘅，而且下晝仲要上網課，iPad 插緊電，我哋都玩唔到。由於當時疫情，我就抱住死人都會有幾樽細細樽嘅酒精咯。結果唔知係邊個一氣諗到攞嚟支酒精咧，開始噴我同另一個人。我哋兩個都唔服氣，我同同學 A 各自攞咗一樽酒精開始噴對方。喂呀，彩椒！唔該上我啊！我哋三個由嗰隻四大廳玩到上到九大，已經有3個人落飛。然後因為上堂時間，我哋都結束了這場大戰。日日好煩啊，仲想老實寫嘅堂。此時我們不知道仲有什麼會面對住我們。一去了課室，我哋邊傾偈邊等 Miss 入嚟。喺上堂之前呢，我想同你哋分享先，因為我睇到好有趣事。此時外面投影機影出了一個